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阿囝，恁看伫你这个年纪已经出来趁钱啊呢？啊，你他会接无路用啊？伊伫你这个岁头已经做美国总统啊呢？今年休寒，我妈妈甲我的电动藏伫册包内底，结果害我规个休寒拢无算到。阿妈，你起来是加蛇药啊，毋是巧克力？你太会起败啦！哈！春节吉祥以提生活花到原位，过年食啉真忝，顿顿拢是好料，自己身体宝贵，开始清理肠胃，青菜豆腐无贵，食甲甜甜油油。日时加啉骨水，暗时爱较早困。咱的友情珍贵，以上提醒免费，阅览朗读得罪，叫你健康富贵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有两个顺刷点爱看，留个 camera 每摆暗时来点准时看部影片。刷！如果有一个查甫人介意你的素颜无伪装，你外歹伊拢袂起呀。你变大颗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你若小可消散，伊就足心疼。你若无钱人用，伊无第二句话，随去装钱互你。爱